台中市青果工会不满台中市政府这果菜市场的停车费无减优待，加上冷藏库的租金伤悬，电费嘛伤贵，互因是愈来愈歹趁食。所以工会大约有200个成员再去到市政府来抗议。市府是来回应讲，会先协调双方进入来沟通，目前的方向会先来调降到电费钱。 青果工会派出200个人来到台中市政府头前，抗议市府果菜市场停车费含冷藏库租金变贵，互因的成本变低，愈来愈歹生存讨叹。公司也不跟我们协商，然后说一度电5块钱，以前根本没有一度电5块钱，好不好？以前都卖2块多而已。工会骂果菜市场无减潮，7月开始就直接公布冷藏库租金，特别为2000起到2000块，而且电钱另外计算，比台北市2100搁贵。中华书店冷藏库嘛干了2000，而且拢无收电钱，台中逐个月加开1万块成本。另外停车场原本唔免收费，不过7月开始第含第2停车场，特点钟收20到30，逐个月就加3000到6000块开销，互一般班商拢无来遮挂货。足侪客户拢流失啊，生意愈做愈歹做啊，你费用逐项拢加起来。我们无法跟他沟通，所有的民意代表都被安抚了，说知道了会处理，但是完全没有给我们回应。工会这期市场高站做代志，互相作业。市府收电证书，强调尊重工会意见，即先调降电钱到特平2200块。把5块钱调降成为3元，希望透过自己负担部分的电费，让这个环保的概念、永续的概念能够。 让大家能够珍惜设备。虽然市府强调有伫咧处理，不过工会成员认为费用嘛是偏悬，而且停车费问题嘛也未解决，可能继续抗争，替家己争取权益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